为了发展其他社区，加上地方对特色公园的需求，淡市陆续开辟完成生态特色公园。对此，议员陈定表示，为了原本北区边港中的生态景观公园，去年7月就已经完工，而且开卖3000万。不过，真侪民众反映用 Google 找无，甚至完全唔知有公园开辟。议员形容根本是消失的特色公园，嘛要求增设周边停车加假日的设施。其实这个公园它藏在我们这个兵工厂里面哈，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这边有一个特色公园。那上次我们在跟公务局这边询问之后，发现说，我们一直在关心的这个公66这个特色公园，其实已经终于开辟好了，也让大家在使用了。可是我去问一些家长就是带着孩子会四处去找着特色公园来玩的这些家长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公园，然后他去网络上一 Google， 其实他也找不到说这公园到底在哪里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台南这个有一个花了3000多万开辟完成的一个生态公园。就这样，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让大家知道说这边有一个公园，然后欢迎大家来玩啊？希望我们能够尽量去宣导了而且能够在媒体上查到我想我们来尽量来加强议员除了要求市府加强宣导，让民众一旦好好享受公园的资源，对着市府资源有限，无法度开辟类似顶里等特色公园，所以建议参照文园、北园等社区型的公园，来当增加特色优具，来创造公园绿地上大效益。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